有民众带囡仔去垦丁佚佗哦，伫网络订红婴的眠床送到饭店去使用，退房了后，佮把眠床退掉，佮伫网络顶讲安尼做112,000块。也毋过，这款行为是引起真侪批评。饭店也讲，其实饭店是有免费来提供红婴的眠床，互人客来使用。 不管是会当看海、看夜景、5星级饭店，也是有亲子设施的民宿，真侪家长拢真愿意带囡仔做伙出去佚佗去住。不过，数一个家长就伫网络顶讲，会当利用产品免费体验的专案去订婴仔眠床，寄去民宿，请因代收。若是全新免消毒，搁免再来再去，只要用过了，才搁请民宿摕回去就好。住5天，一天就当省2000多块，所以引起大众的批评。他蛮夸张的、啊。可是人家有30天的赏味期，他拿出来用。 也不是，也不行。我觉得不太好，因为对啊，因为他这样又退回去，这样子别的消费者如果买到，应该也不太好啊。大多数的人拢无认同这款行为，有业者嘛讲，虽然会使伫网络顶买，不过拢还无贴过，才会准人退货。赏问题是你不能开啊，你也开就表示你使用过，就是没有那个鉴赏期了，所以说你用不能退。婴儿入住的话是免费，对。 那如果有需要借用婴儿用品，比如说婴儿床、床尾消毒锅的话，也可以在订房的时候提出免费的借用申请。比较大件物件，其实只要你的房间装得下，对我们来讲不构成影响，当然 OK 啊。若是对饭店甲民宿来讲，无占床的婴仔多数拢袂加收钱，嘛另外佫提供婴仔眠床甲消毒餐具这物件。虽然嘛有咧协助顾客代收物件，也是退货，不过若是饭店本身就已经无所在好囥啊，也是可能会拒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